若讲台顶3分钟台卡归厝经，3年是出一个状元，毋过10年才出一个小段小生。为了要培养着这传统的传统艺术人才，文化部办理着团结接班人，邀请正出名的先生，亲像是唐美云歌戏团、新团歌戏和台北木偶剧团的这个老师呢，来看教这个学生，有6个艺生完成4年的培训计划。今仔日呢，由文化部长李婉亲身颁发结业证书给因。29岁吴怡珍皇帝学伊的老师唐美云，感谢伊这4档来看教。但是唐美云老师茶无啉，背后有伊对徒弟疼痛。这碗茶就可比是艺术里面的茶，我们袂吞落去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艺术奉献出来。再来呢，杯盖无要甲扛起来，其实艺术无要家己看步。这4年吼，对阮来讲是一个真难忘的回忆，嘛是阮一个目标。以后阮会继续往更高的地方迈进。文化部对民国108年开始办理团结接班人组团演训计划，要来协助戏班培育新一代接班人，对伫大师身躯边学功夫。今年是第4届，拢总有6名学生完成4档的培训。我想袂煞。这2位是新团歌戏团培养出来的少年辈。92岁廖庆基老师看到歌戏有咧做传承，互伊真感动。老师吼，大家也真认真出来伫家伫拍拼呢。希望歌戏会代上传落去。伫计价等的最后，每一位学生除了亲身向老师行礼以外，文化部长也伫现场颁发结业证书，予每一位学生，鼓励因未来会当继续伫咧团结界追求家己的梦想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